台积电要伫家己起2间封装厂，头一间2018年要量产，到时一天爱用36000吨的水。外界都烦恼讲，这会影响森林和家己的用水。经济部表示，台积电未来主要的水源是再生水，短期内会先调家己的水来补。若森林的乌山水库若准有涨，才会调度过来。乌山水库旁边的草坡啊是发甲真旺，今年寒人的打水期雨较少，南区水资源分数量早做准备，调拨森林乌山水库、甲台南詹文水库、乌山头水库的水源来支援家己。不过调度嘛显示欠水的问题，因为台积电2间先进封装厂拢要起伫家己关，头一间按算2018年量产，到时每一天需要36000吨的用水，互外界烦恼会引起森林家己抢水的疑虑。湖山水库当时兴建的一个基本的条件跟原则我想我们不能忽略当时民众的提出来的意见，我们是提供民生用水，并不提供工业用水。张立生是真不满强调讲，森林的水电人才拢无欠缺，台积电若进驻森林，根本就无需要用到乌山水库的水源。因若家己馆长洪忠良表示，水资源的应用是整体性的问题，不是管气盖线的问题。云林县的湖山水库大概76%的集水面积是在嘉义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了台湾的整体发展，为了产业的发展，那我想我们应该要共享水源。森林家己抢水的问题，正做立法院关注的焦点。虽然经济部讲，西部龙岛有真珠串计划，南把水资源互相调度，而且台积电有再生水厂运用。不过立委嘛质疑讲，再生水敢有够用？再生水厂现在设大概也要4、5年的时间，那所以这个设了以后呢，基本上就可以他们由这个再生水来供主要的水。主要的来源是再生水跟海淡水，以及当地既有的水源，像蓝潭、仁义潭，整个嘉义地区它的水资源调度跟台南、云林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有没有台积电。经济部表示，台积电未来长期供水的来源是再生水。短期内虽然海水淡化厂还阁伫规划会有调度的问题，不过会优先使用家己管的水源。乌山水库若有量上的时阵，才会调度供应。记者综合报道。